欢迎收看客家名如学简，每日一项年新闻。客家背单会主任背单顾秀辉7月24號來到南投縣鳳市國城鄉新館廣場老白宮招呼站，顧主委希望透過客莊性別交流中心政策嘅推動，提供客家莊老都市就強龍嘅性別品質，本農業設置都做得鄉下享受就職嘅性別環境。顧主委表示，客背會支持鄉公所辦理國城鄉新館廣場環境改善，希望辦公後提供鄉鎮閒暇舒適、安全嘅共享活動空間。顧主委未強調，禮拜7地方是國城社區老上門社區兩隻白宮招呼站，看到長者互相關心照顧，本人非常感動。未來未會繼續透過增加經費來支持白宮招呼站發展，幫助地方打造更好嘅社區照顧網絡。本長者做得自在康樂社區，至少客家人互相扶持，付出更好嘅精神。以上係客家名如學簡嘅報道。接下來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項語就係白宮。白宮創頭係千白宮大罪股。阿公創頭係千白宮大罪股，你學會嗎？下禮拜講來了。